條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的，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阮鄉民出入甲南區就個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塞車塞到要先經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12月4號禮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市議會第4屆第6次定期會上課審議各項提案，其中佇咧內政部補助因應極端災害衛星通信採購電付款案，因為附加條件是毋是需要訂發節，引發議員討論，甚至有議員發言講有偏頗，引發議場不滿。因應極端災害，由着內政部補助辦理災害應變中心，佮着119異地搶救的中定計劃中，衛星電話採購的電付案，雖然總經費只有705萬，不過到底合約是毋是需要來定罰則？尤其以即間的丹納斯風帶造成的設備無法度使用，引發無共政黨的議員討論。未通無法做，安尼就隨在人啊！我感覺你這客嘛，雖然人抬，雖然聊呢，人為刀得啊，咱嘛隨在人聊哦，安尼有遐一個市長有遮軟的。我是建議吼，恁政黨愛提名你做不分區立委，你去中央吼對中華電信要求，吼甲講吼，你若未來對台南市吼通訊未通，恁中華電信吼愛負責什麼責任？吼，因為這吼由咱台南市政府來要求吼，可能較吃力啦。中央他統一去採購的嘛，吼，公發給我們地方照單全收啦。因為國內通信業者只負責代理申請，因此有議員提復議的動議案。建議刪除附加的條件，加上市府消防局甲着副市長葉鐵山，嘛攏向着中央來反映。因此，議長建議點付歸點付，罰則擱再另外案來處理。結果有議員認為議長貪污，引發議長庫里里的不滿。我沒有違反主持議事的中立，也不要在議會裡面說我去阿吼什麼人。
中華電信關我什麼事？在這一次的丹納斯風災當中，其實最慢恢復的就是通訊這個部分。那因為這3家業者的確在反應上的確很慢，也比較被動一點。除了中華電信，衛星行動電話系統設備的建置原本是一件好代誌，不過因為故障的時，採檔的合約是不是需要來定法則，各方有無同的意見。不過，根據商局後來所提服務契約，內面確實已經有定租費的減免。台南新聞林跟楊順懷採訪報道。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愈來愈激烈，2位參選人最近攏講家己有能力成為台南的窗口。不過，議會民進黨團佇咧比較2位政見的時陣，泛綠成員超過2/3攏是支持林俊憲。因此特別召開記者會，表示議會民進黨團拒絕過期政客，通可支持林俊憲。議會民進黨團下午佇總召組織會號召，包括議長顧立立、副議長林志典以及泛綠的陣營，總共21位議員聯合召開記者會，強調通可毋是家己放的，你是靠實力、政見甲啲誠信換來的。我們用實際的力量對動中正支持一個清氣秀更加適合的人來擔任台南市長。陳立飛沒有內容和形同整個是空心的，他這8年完全沒有提出新的東西來，他就把8年前的口號加林俊憲現在所提的政策變成他自己的東西。今日像那民進黨團大家做伙徛出來，應該是攏非常認同俊憲委員的政見，希望伊會當出來對咱台南更加好的未來。會中這位議員對比林俊憲甲着陳定輝的政見，因認為林俊憲的政見對照顧長者、婦女、幼兒，甚至交通一項一項來推出。不過對手提攏是8當前選市長的口號，民進黨團拒絕政見的通報，因此發出拒絕過期的政客，通可支持林俊憲的口號。拒絕過期政見，通可支持林俊憲。在民進黨團記者會結束無偌久，對手陳定輝嘛馬上佇個面冊來發表貼文，表示感謝大家注意到伊的政見。至於政見發表會是毋是要加入提問，伊認為30分鐘來做政見的論述都無夠時間。陳定輝表示，市長是愛接受質詢的，更加莫講是提問。台南新聞林跟楊順懷採訪報道。114學年度全國高中生商業類技藝比賽，佇咧國立台南高雄場場。該比賽組織136間學校，519位選手做伙展現自我，嘛愛爭取平面設計等9大類的76座金手獎。4號盛大舉辦頒獎典禮，教育部國教署署長彭富源親臨現場，除了勉勵學生實現夢想，成為技職之光、台灣之光，嘛承諾明年度將他嘅能力強化技職教材。114學年度全國高中生商業類技藝比賽，台南高雄已經連續第3擺承辦。該比賽對12月1號開始，匯集136間學校，519位選手來台南車拼，爭取平面設計、商業簡報等9大職類的76座相關演務金手獎。4號上午盛大舉辦頒獎典禮，教育部國教署署長親臨現場予以頒獎，除了勉勵學生實現夢想，成為台灣之光，嘛承諾明年度將加碼能力來加強技職教材。企業家先給我們機會聯合人才獎勵金，要非常的多的獎勵。政府也在後面希望能夠堅持的支持。我們希望在115年度，對各位所有參與技職的夥伴，希望能夠持續強化。我們希望能夠再補強投資2億元。台南高雄今年承辦嘛是首次提供所有比賽所需要軟硬體學校，用相關的規格為選手服務，為培育國家商業人才盡一份心力。數位動畫就是今年我們因應了企業人才的需求而增設的。那本
本次主題呢是難得幾手全之棒，張繼少年戰鰲頭。那充分顯示我們這一次競賽的一個廣度以及商業培育人才的一個必要性。所有來自全國各地得獎精英甲指導老師嘛，紛紛佇校園留念，期待繼續為目標甲技職教育邁進。因為我本身就對程式蠻有興趣的，然後希望能夠更精進自己，所以才選擇選手這條路。這樣，希望統測能夠考到台北的大學。開始選技職其實只是因為會考有點時長，然後分數剛好到了。但是從高一開始讀上課就發現還蠻喜歡的，所以也很開心。看到學生能夠在技術的方面找到他們的舞台，其實我是覺得是有時候都是教學相長。那我也覺得其實技職教育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對於這種 UI/UX 的界面設計，其實對我們台灣的人才培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當然，三學合作嘛，一直是技職教育發展的重點，所以透過每學和學生提早進入這場理念，以及廠商認同的新的贊助，攏成為比賽袂當欠缺的後盾。會中署長嘛以頒發感謝狀為活動為下完美句點。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農業部農化水保署年度勝事田媽媽期末練習匯報4號佇咧新化大溪農場舉行，特別以着新化山區傳承100大以上的市町名小飯搭文化做招待，款待來自全國各地中華貴賓，甲全台田媽媽品牌業者。做這道菜不用遲疑哈，我們也不用煮太久。來自全台各地田媽媽品牌業者齊聚新化大坑農場，體驗食農教育，除了解食材從田間到餐桌的過程，也讓他們親自動手料理。這是農業部農發水保署的年度盛事——田媽媽期末聯席匯報。承辦單位新化大坑農場特別規劃豐富的農遊行程，讓全國的田媽媽們認識台南山區的飲食文化。今天我們特別準備了這個大坑尾的飯蛋文化宴，是為這個全台灣的田媽媽，北中南東都一起來到我們的大坑農場。然後呢，我們特別為他們準備了這個非常接地氣、非常道地的一個永續的農遊行程。那當中也包含了我們去竹筍園採的這個食農教育的課程，親手採，然後認識我們大坑尾的主要的經濟作物麻竹筍。那我們呢，也帶他們呢，不止從產地到餐桌，我們還進到廚房哦，學習我們在地的特色料理竹筍粥。那竹筍粥呢，就我們直接在我們的農村廚房裡面，然後去做學習，然後特別我們今天還加碼了一個特別的，屬於台南當地的台南女人才會吃的坐月子的，叫做黑糖煎碰餅。哇，剛剛很多田媽媽她們體驗過，覺得非常的有趣。謝謝哦，歡迎你們來哦。這次活動特別將台南新化山區傳承100年以上的市定民俗飯搭文化作為主題，推出新化大坑尾飯搭文化宴，熱情款待全國各地的田媽媽。那今天的主題就是飯蛋的文化，主要就是凸顯我們大坑尾、大坑村莊這個飯蛋的這個節慶的一個美食，這樣子。那所有的遊程都由飯蛋的文化下去做發想。承辦活動的大坑農場希望向全台農業夥伴傳遞對土地持續耕耘與對文化的傳承自信，也期待更多人能夠聽見這句來自淺山的邀請，歡迎大家小酒來大坑做伙吃飯搭。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農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由全球上大商務推薦組織 BNI 台南市區主辦的2025台南第5屆 INW 國際林馬交流日，將在12月12日登場。
有加緊超過600位全台以及海外企業主，以着跨界合作信任為核心，打造南台灣上有規模的商務拓展平台。BNI 台南市區讚。BNI 是一個國際性商業組織，會員來自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透過互相交流、人脈引薦的方式，成就彼此，共榮共好。我是來台灣創業20年的嘉榮，我現在從事的是保養品製造業。那在這個20年裡，我一直堅持用少量、低門檻的方式幫客戶做保養品代工，因為我走過創業最艱難的那個時代。那在這20年裡呢，我也不斷努力的成為新住民的光，讓他們看到我的時候呢，會感覺到說新住民在台灣也一樣能夠發光發熱。我是 BNI 台南金櫃分會目前的現任主席，那我是咖啡業代表的朵朵，那目前經營淘金咖啡。那這個是我為金櫃分会設計的綠瓜包裝，以及呢這個是今年過年要跟世界展望會合作的公益的一個禮盒哦。那請大家幫我引薦呢，就是有固定在送禮的企業主。那我的slogan是淘金咖啡找尋屬於的咖啡寶藏。我是泰山娘泰式料理負責人哦。那我們主要經營項目是泰式料理哦。那因為餐廳的部分是只有在麻豆跟六甲，那為了跨越地區性的限制，所以我們從疫情之後就是多了便當這個項目。那主要代表客戶有台積電跟奇美醫院。BNI 台南市區深耕在地11年，累積超過600位企業會員，促成許多商務合作，是台南企業圈的重要推動力量。自2018年引進 INW 國際人脈交流日後，成功將台南企業連結全國與海外企業，吸引資金流動，促成跨界合作，成為南台灣年度指標級的商務交流盛會。這個也可以讓我們3會平台的一個創聯跨界協作建立企業間的一個信任。也期待為台南創造更具國際視野的商務生態。今年我對台南為什麼特別有意義的一年？因為我們前面4屆都是台灣在地的一些企業家在這邊交流。那今年是我們第一次有海外的，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這幾個海外的人願意到台灣來跟我們一起做交流。透過大家在這裡同業合作。異業結盟的這樣的一個平台，建立信任關係，然後能夠把事業做大、做好、做輕鬆，然後能夠讓台南成為興盛繁榮的地方。我覺得這件事情是英順自動跟我們夫妻很大的這個願力啦。2025台南第5屆 INW 國際人脈交流日，12月12日將在福爾摩沙遊艇酒店盛大登場。活動將提供跨界合作媒合、產業展示、商務引薦等內容。讓企業能在1天內達成高效拓展、深化人脈、實現合作的目標。主辦單位也誠摯邀請在地企業、青年創業團隊及具跨界合作需求的組織一同參與。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新北鶯歌在地人林義漢看到外國觀光客無所在用餐的畫面，回來家鄉了後，創立家己的漢堡品牌，結合旅行經驗甲對漢堡的熱愛。研發出屬於家己的風味。從遊戲機器的代理商到漢堡店的老闆，這樣的轉變發生在土生土長的鶯歌人林義漢的身上。因為喜歡射飛鏢，他曾經在相關的產業工作，一待就是20年。經歷了家庭的變故，他選擇回到家鄉沉澱，卻在熟悉的鶯歌老街上發現一個特別的空缺。這邊第一，我也是在地人嘛，然後再來就是看到很多外籍的遊客來到老街這邊，發現沒有什麼東西吃，那我就做他們最熟悉的漢堡。那當然，本身我也是很喜歡吃漢堡。這樣子，就很多外國人他們就是來老街，結果都看到他們都在 7吃三明治啊、微波的意大利麵啊，然後覺得說，這樣他們沒有吃到好吃的東西、熱的現做的東西，有點可惜。然後想要就在這邊做個漢堡。林義漢表示，他看到許多外國的觀光客來到鶯歌，卻只能在便利商店內隨便用餐，讓他萌生了開設一家能好好吃飯餐廳的想法。於是結合自己出國遊學的經驗與對美食的熱愛，自學研發出屬於自己的漢堡風格，創立 Hans Burger。我是用最簡單、最傳統、最經典，就是漢堡、肉、cheese 這樣最簡單的一個配方啦。對，那你要好吃的怎麼講？
我们肉我們是就是我們自己打的嘛，好現打的手打肉之外，再來就是麵包我去煎烤過，讓它就是更有能夠體現的麵包體的一個香味這樣。漢堡就2種流派嘛，一種是簡單，就類似像麥當勞那種速食很快速簡單的，那我是屬於這種流派。那另外一種美式餐廳是比較浮誇的，哦，就是點很多層要戴手套吃的這樣子，對我比較喜歡簡單這種。這裡的漢堡麵包外層鬆軟，中間酥脆，特別捨去傳統的番茄片與生菜，改用大量的洋蔥，增添清爽的口感。搭配自製的醬料與手打肉排，每一口都能吃到滿滿的層次與肉香。我招牌的芝加哥牛肉起司漢堡，對，最經典的漢堡的味道。對。那奶昔的部分呢？奶昔比較特別的是，你們也有奶昔。對，因為我奶昔就像以前麥當勞那種的，好，就是最簡單的奶昔，有草莓、香草、巧克力。那當然也有一些隱藏的口味啦，你可能要問我才會有。對，像有那個大人系的抹茶奶昔，其實上面沒有。對。除了漢堡，店內的木瓜牛奶也很受歡迎，是他特別去找師傅學的，重現童年記憶中的味道。而濃郁的奶昔曾讓香港的遊客驚豔不已，成為招牌的飲品之一。林奕漢笑說，開店不只是為了賺錢，更是一種對家鄉的回饋，希望透過美食讓來鶯歌的遊客留下好印象。從遊戲機到煎台，林奕漢用自己的方式把熱情重新放進生活裡，也為老街注入了新靈魂。記者是凱文新北採訪報道。經過一檔活化改造的日本時期家營宿舍，以桃園文學館的嶄新姿態，跟大家見面。規劃4層樓，兼具研究、電視、教育推廣、甲文化交流的功能。3、2、1，請啟動。文學深耕。桃園文學館在日前正式開幕，位於舊城區核心，前身為閒置多年的日式宿舍群，具有獨特的歷史意涵。台南市市長表示，落成以後將以典藏、研究、展示跟教育推廣為核心，並規劃兒少閱讀空間，結合輕食、書香跟交流功能，融入市民日常的文化角落。今天我們桃園文學館正式開館營運。那麼籌備了好多年，終於讓我們桃園愛好文學的朋友有一個可以交流、休憩的地方。那麼這個文學館以前是老式的日式宿舍，那麼經過我們改建，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建築。但是門口呢還有一個保留過去日式建築的一個咖啡館，也可以讓我們市民在這邊喝個咖啡。那麼這邊這個文學館將來會變成我們所有愛好我們桃園在地文學的一個剛剛講的交流遊憩。那麼它肩負了典藏、推廣和這個講座教育的責任。我相信說有了這個桃園文學館，大家可以更進一步體會到我們桃園在地文學深厚的底蘊，也可以讓不只是文學圈的好朋友，我們一般市民也可以透過這個場館多多接觸我們桃園過去的文學，體會我們桃園文學深厚的底蘊。桃園文學館內隨處可見桃園知名作家的經典文字，建築設計以書本為意象。為了慶祝開館，同步推出常設展跟首檔特展2大展區。常設展以文學逗留在這裡為題，呈現桃園文學的歷史脈絡與地景特色。特展自引桃園當在地故事遇上影視改編，則聚焦文學跟影視的交匯，以及經典作品的影視化歷程，展現桃園深厚的文學底蘊。桃園文學館2樓是我們常設展的展出，這次的主題是文學逗留在這裡。我們是希望能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跟民眾介紹桃園文學的作家，還有我們整個脈絡，還有地景文學等相關的作品。那我們就是歡迎所有的民眾可以一起來參觀。另外呢，就是在我們常設展也有很多有趣的互動裝置。那不管包括像留聲機，還有就是我們打卡的那個金句，都可以歡迎民眾來使用。桃園文學館將以平台角色匯聚文學創作者，透過講座、工作坊等推廣活動，成為市民交流的文學沙龍。文化局還特別規劃一系列開館慶祝活動，歡迎大家一起來感受桃園的文學底蘊以及豐富的文化能量。記者賴偉一屯報道。高雄市鳳山大寮高架處的鳳凰山是鳳山陸軍關校的用地，因為管制濟檔，保留未少自然景色。軍方這幾檔嘛開放部分區域，讓民眾爬山健行，成為新的熱門休閒好所在。大草原
高大老樹、無百障礙軍事設施，原名雞母山的鳳凰山，現為鳳山陸軍官校的用地，由於管制封閉多年，保留了不少自然綠意。除了有媲美國嶺的大草原之外，區內還有許多高大老樹、舊軍事設施，民眾漫步在樹蔭下的步道格外清幽。隨着時代變遷，軍方也開放部分地區供民眾青山健行，成為新的熱門踏青勝地。這空氣好，鳥語花香。這路足清氣的。咱高雄壽山，咱較南邊這邊有咱鳳山，這鳳山是真的是咱較濟回來這個所在爬真好的場所。鳳凰山呢，過去的名稱叫做雞母山、雞母山，後來更名鳳凰山，是呢鳳山大寮在地很重要的秘境。平常日的時候，就許多的山友、登山客會休閒運動、散步，都會走進自然的空間。這是戰鬥山林。它本身的處置是在陸軍官校的後山，它現在還在訓練我們的所有的官兵的一個作戰啊、訓練啊的整個一個實質的地理位置。山區內還有一處天然泉水，終年水質清澈不歇，孕育出小型生態池，吸引許多鳥類和小動物棲息。民眾除了可以取水賞景，也能在步道間和大自然近距離接觸。都市裡面比較少可以來這種林地的地方，比較多的地方可以掃到一些鳥了，蠻特別的。山泉水要自然溢流出來的，好幾十年了，宣泄都不會停的，很好，水質很好。有一個新的名稱叫做鳳凰神水，因為它是鳳凰山嘛，健走的人要洗個臉甚至呢有很多人都是長期的粉絲，都自帶水桶來爬山，順便負重又帶水回去而且回去的時候都是泡茶。泡茶他們的一致的肯定就是這一支的水的水跟一般的是比較不同的。特別的是，鳳凰山步道網絡綿密，早期全靠山友們一階階開闢整理而成。如今他們成立鳳凰山山友會，不僅定期舉辦活動和生日會，提供早餐，也呼籲山友後進，共同維護山林環境，讓山區更加整潔宜人。每一個月都會來參加這樣的慶生會，跟山友同樂，跟山友同聚，關心這些山友們、長者們的健康。其實呢，這麼好的地方呢，是一個值得很多人來體驗的鳳山秘境。3點外就開始有人來爬，所以人是不是哇？今麥你看到這樣是足多人，咱把這個環境做好，嘛足多人的是，咱去這一定愛為了這個環境好，大家有這感覺哇。這麼乾淨的地方我們很願意來目前陸軍官校仍然使用這片山區，許多作戰設施依然保留。山友會呼籲登山遊客不要隨意破壞，也建議初次到訪者可先體驗約2公里的輕鬆主線，再探索支線步道，不用到國嶺公園就能在這片都市綠洲慢慢感受自然和寧靜之美。記者張世明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12月4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秀懷，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
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